各位家長，你哋好。喺香港成長，青少年日日都面對唔同類型嘅壓力，其中一種最常見嘅唔係考試，唔係成績，而係同人相處嘅壓力。你有冇聽過仔女話佢哋夾埋唔同我玩啊，成日無視我，成日鬧我，甚至成班人咧去圍攻我玩我添啊？面對呢啲嘅同伴衝突，我哋做家長嘅可以點幫仔女去走過一個嘅社交逆境，而唔係一味代佢出頭，甚至去介入打電話去俾佢哋嘅家長呢？等我哋一齊了解下有咩方法可以去幫助子女提升面對人際衝突嘅能力啊！第一步，理解衝突背後嘅原因。好多時衝突唔係單方面造成，而係由於誤解、競爭或者唔同嘅溝通方式引發。有時候仔女未必可以搞得清楚自己點解會嬲，點解會傷心。我哋第一步唔係即刻教佢點去解決個問題，而係我哋可以陪住佢一齊諗下，到底有啲咩事會導致咁嘅結果呢？透過一個積極嘅聆聽，我哋可以幫助仔女去釐清自己情緒，甚至可能最後發現原來只係一場誤會。第二步，學習非暴力溝通方法。我哋其實可以教仔女去避免一個嘅衝突升級呢，其實好視乎仔女識唔識表達自己嘅感受。有一個好簡單而實用嘅方法，叫 iMessage 我訊息。與其話你有冇搞錯啊，又遲到，我哋可以嘗試講，其實你成日遲到，我會覺得好唔耐煩同浪費時間。我好希望你可以準時出現，因為咁樣會令我感覺到被尊重同埋好感激你。呢種方式可以幫助仔女唔係只係一味指責對方，而係可以正確表達自己需要同感受。同時我哋可以教佢做一個好嘅聆聽者，學識去從人哋嘅角度去了解對方究竟有咩困難。